箴言第3章。我兒，唔好忘記我嘅法則，你要謹守我嘅誡命，因為佢必將長久嘅日子、生命嘅年數同埋平安加俾你。唔可以使慈愛、誠實離開你，要綁喺你嘅頸項上，刻喺你嘅心板上。咁樣，你一定喺神同世人眼前蒙恩寵，有聰明。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，唔可以依靠自己嘅聰明。喺你一切所行嘅事上，都要認定佢，佢一定會指引你嘅路。唔好自以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華，遠離惡事。咁樣就醫治你嘅肚臍，滋潤你嘅白骨。你要以財物同一切初熟嘅土產尊榮耶和華。咁樣，你嘅倉房必充滿有餘，你嘅酒榨就有新酒盈溢。我兒，你唔可以輕看耶和華嘅管教，亦都唔可以厭煩佢嘅責備，因為耶和華所愛嘅，佢必責備，就好似父親責備所喜愛嘅兒子。得智慧、得聰明嘅呢啲人就係有福㗎喇，因為得智慧勝過得銀子，佢嘅利益仲好過精金，比珍珠寶貴。你一切所喜愛嘅都不足同佢比較。佢右手有長壽，左手有富貴。佢嘅道係安樂，佢嘅路全是平安。佢與持守佢嘅作生命樹，持守佢嘅都有各種嘅福氣。耶和華以智慧立地，以聰明定天，以知識使深淵裂開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我兒，要謹守真智慧同謀略，唔可以使佢離開你嘅眼目。咁樣，佢一定作你嘅生命頸上嘅美麗裝飾，你就可以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腳。你躺下必不懼怕，你躺臥睡得甘甜。忽然你嘅驚恐，唔好害怕；惡人遭毀滅，都唔好恐懼，因為耶和華係你所倚靠嘅，佢必保守你嘅腳，唔陷入網羅。你嘅手若果有行善嘅力量，唔可以推辭，就當向嗰啲應得嘅人施行。喺你嗰度若果有現成嘅，唔可以對鄰舍話：走啦，聽日再嚟，我一定會俾你。你嘅鄰舍既然喺你嘅附近安居，你唔可以設計害佢。人未曾加害於你，唔可以無故咁樣同佢哋相爭。唔可以妒忌強暴嘅人，亦都唔可以選擇佢所行嘅路，因為乖僻人為耶和華所憎惡，正直人為佢所親密。耶和華咒詛惡人嘅家庭，賜福與義人嘅居所。佢譏誚嗰啲好譏誚嘅人，慈恩俾嗰啲謙卑嘅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榮，愚昧人高升，亦都會成為羞辱。